各位觀眾你好嘅，今日有件甜到流嘅喜事同大家分享。被譽為最美港姐嘅李嘉欣同富豪嘅老公許晉亨已經踏入結婚17週年啦。兩個人琴晚就隔空放閃，合照甜到直接拉滿，網民都話睇到心郁郁啊。講到李嘉欣，相信冇人唔認識1988年嘅港姐冠軍，憑住一副逆天嘅神顏，靚足幾十年，直到而家都係好多人心中嘅大美人。2008年同許晉亨結婚之後，育有一個兒子，一家三口生活得幸福美滿。而家已經結咗婚17年，夫妻兩個仍然都係恩愛如初，完全唔似係老夫老妻啊！就連紀念日嘅當晚，李嘉欣就喺 IG 度分享咗兩個人嘅甜蜜合照，相中佢靚到發光啊，輕輕咁靠喺老公許晉亨嘅身上，笑容甜到入心。而許晉亨都好寵老婆，為咗配合佢嘅拍攝角度，完全唔介意頂住死亡頂光出鏡啊，個樣認真又體貼，簡直係寵妻模範。今年已經55歲嘅李嘉欣，凍齡嘅功力真係嚇死人。相中佢皮膚白滑緊緻，冇乜皺紋，着住件冷衫都睇到四肢纖瘦，狀態好到唔似中年，同當年港姐選美時幾乎冇咩分別。網民都留言話：美人果然係美人，歲月只會加分，唔會減分。除咗兩個人恩愛嘅互動，眼利嘅網民都發現咗一個小細節：李嘉欣隻手戴住一隻設計好簡約嘅金鈪，款式大方得體。雖然佢冇講明呢個金鈪嘅來歷，但啱啱係結婚週年紀念日分享，好多人都估計呢個應該係老公許晉亨送嘅週年禮物，暗藏甜蜜小心思。雖然李嘉欣冇喺貼文入面寫太多肉麻嘅說話，但一張合照，一個靠肩嘅動作，一隻疑似週年禮嘅金鈪，已經足以閃黑一眾嘅網民。留言區即刻就被祝福刷屏啦！17年週年快樂，要一直甜落去。許生真係寵妻，兩人狀態都好好，金鈪好靚，同嘉欣好親。其實李嘉欣同許晉亨向來都好低調㗎。但每逢重要嘅節日或者係紀念日呢，都會以自己嘅方式去放閃。之前仲有網民偶遇兩人一齊去超市買餸，許晉亨全程陪住老婆揀嘢，細節處都流露住恩愛。結婚17年仍然保持住熱戀嘅感覺，真係羨煞旁人。而家李嘉欣除咗享受家庭生活，有時都會出席公開嘅活動，每次亮相都會因為凍齡外貌同好狀態引發話題。今次週年紀念日嘅甜蜜分享，又一次證明咗美人在骨不在皮，同老公嘅恩愛互動更加成為娛樂圈嘅一段佳話。最後都要同李嘉欣同許晉亨講句：結婚17年快樂！希望佢哋一直可以保持住呢份甜蜜，繼續為大家帶嚟正能量。都好期待將來可以見到更加多佢哋嘅溫馨日常啊！如果之後有更多明星嘅溫馨動態，我都會第一時間同大家分享，記得留意我哋嘅節目啦。